喺繁忙嘅都市裏面，家唔一定係歸宿，亦可以係一趟每日回程嘅短途旅行。佢哋中意去唔同嘅地方度假啦，都希望屋企嘅一個新嘅設計風格嚟講，都係一啲歐式嘅度假風格。咁佢哋都中意一啲比較低飽和度嘅彩色啦，橄欖綠色嘅，一直連貫住我哋嘅客廳同埋飯廳啦，就好似去咗森林咁樣嘅度假嘅感覺。由玄關過渡到室內，以米白色鋪陳，營造柔和對比。加上弧形線條，英式花線細節，優雅之中多咗一份流動感。我哋做一啲假天花嘅話，就可以隱藏咗一啲射燈喺個天花上邊啦。咁但係因為真天花嘅話，就冇做唔到呢一個安排啦。咁所以我哋需要係點樣補充個光源呢？就喺唔同嘅地方加翻一啲盒仔燈啦，可以令到成個光度咧都比較平均啦。設計師以長虹玻璃分隔廚房同客飯廳嘅區域，做到透光不透視。咁廚房呢就比較特別啦，就以藍色做主調，同出邊呢就截然不同。其實戶主想要一個點嘅風格呢？因為戶主都想有一個度假嘅感覺啦，咁出邊就係綠色啦，入到嚟呢一度咧就好似被海洋包圍住咁樣，咁所以特登揀選咗一啲比較特別 pattern 嘅一個地磚啦，變咗一個 focal point，攞咗個藍色上面做一個櫃體啦，你會見到一啲藍色嘅一個櫃同埋金色嘅手抽啦，咁為咗突顯出呢一個顏色，咁所以我哋台面石啦或者吊櫃上邊咧都揀咗一啲白色為主嘅。由於戶主經常有家庭聚會，呢張餐台可以按需要而伸延，並以岩板作為主要物料。咁第一個比較輕啲啦，咁可以容易啲去拉伸出嚟啦。咁第二樣嘢就係佢本身個物料嗰個特性就係佢好容易清潔，咁所以嚟講就係使用方面嘅話都唔需要太過鏡石啦。雖然戶主需要大量嘅收納空間，但係太多高櫃會造成壓迫感。所以喺飯廳嘅吧台預留部分展示空間，加強單位個性。咁客廳呢邊呢，就做咗隱藏門嘅設計啦，除咗豐富視覺效果，咁仲配合戶主啲咩需求呢？其實咧，呢個隱藏門咧，除咗連貫咗客廳同飯廳之外咧，令到佢可以一體式之外，咁其實呢一個隱藏門都有一個隔音嘅效果㗎。因為去到走廊嘅第一間房就係小朋友間房啦，咁當佢瞓覺嘅時候咧，咁相對嚟講需要安靜嘅環境，咁閂埋呢個門嘅話就可以有效地休息啦。小朋友房以鵝黃色做主調，整體上保持簡潔。只係設有入牆櫃，方便未來因應成長調整。書房兼具客房功能，設有梳化床。書房嗰個綠色嘅話，相對嚟講會更加 bright 啲嘅，淺色啲嘅，咁令到係可能做在成面牆都係櫃，都唔會覺得個空間太過細咯。唔止係書房。客廁嘅呢面特色牆磚，延續咗客廳生氣勃勃嘅景象。主人房牆身採用珠光米白色調，低調而奢華。為咗減少色彩干擾，設計師轉移透過材質提升層次。床尾衣櫃加入長布同弧形嘅元素。步入式衣帽間就以條子玻璃延續設計語言。主人套廁同樣強調質感。選用帶有珠光效果嘅雲母材質作為特色牆，就好似貝殼喺海風之中自然閃耀。